新城要理問答。問題9：上帝在前3條誡命中的要求是什麼？答：第一，認識並信靠上帝，這位獨一永活的真神。第二，避免一切的偶像崇拜，不以不當的方式敬拜上帝。第三，敬畏上帝的名，尊榮他的話語和作為。問題10：上帝在第4條和第5條誡命中的要求是什麼？答：第4，在安息日這一天，在公共或私下的場合敬拜上帝，放下日常的工作，服侍主和他人，為永恆的安息日做準備。第5，孝敬父母，順服他們敬虔的教訓和指導。問題11：上帝在第6條、第7條和第8條誡命中的要求是什麼？答：第6，不傷害，不憎恨我們的鄰舍，不與之為敵，反而要忍耐，要和平，甚至要愛我們的仇敵。第7，無論已婚還是單身，都要純潔、忠實地生活，遠避淫行，以及一切不潔的行為、外表、言語、思想和慾望，或任何可能導致這些的東西。第8，未經允許不拿別人的東西，能夠給別人的任何好處都給別人。問題12：上帝在第9條和第10條誡命中的要求是什麼？答：第9，不說謊，不欺騙，用愛心說誠實話。第10，知足，不嫉妒任何人，不因上帝給別人的和給自己的有差異而心生不滿。